香港中文大學早於1963年成立，而辮子姑娘則份屬校舍內最為廣泛流傳的都市傳說。香港中文大學鄰近東鐵線，亦即前身九廣東鐵火車。而早在上世紀50至70年代期間，有大量中國大陸民眾透過藏身於運送牲畜的火車中，借此偷渡來港。然而，相傳一名紮着長辮的姑娘在乘坐火車偷渡來港時，在抵達香港中文大學附近並準備跳車期間，卻因長辮被車廂夾住而被扯開，頭皮慘死。自此其鬼魂則在香港中文大學校舍徘徊。除此之外，早在60年代，傳聞一名中大男學生曾在晚間於校舍內遇見一位正在低頭哭泣、紮着長辮的女生。隨後男學生問及女生為何哭泣，女生表示沒有人喜歡跟她談話。正當男學生安慰女生並表示願意與她談話之際，女生在抬起頭後卻露出沒有五官、臉上只有一條長辮的駭人樣貌。而辮子姑娘的校園傳說亦由60年代流傳至今，甚至有人將位於中大校舍內的小徑常青徑命名為辮子路或一條邊路。